全球反诈骗组织最近接到有台湾人要求帮助，一对双生的姊妹被传去柬埔寨开户办贷款，了准讲会当来趁逃避上哦，没想到讲人就互关起来，家仔嘛已经互放出来，昨嘛转来台湾咯。卡顶又开无保安人影，调伫海外台湾人互控制伫特定的空间，袂当凊彩离开，已经伫遮1礼拜啊。我跟姐姐被骗到柬埔寨，然后现在找到非法拘禁，赎金要3万块美金。迄家伫大巴肚的相片发出求助的信号，来自高雄的21岁双生仔姊妹，因为生活已经有新7个月，伫到柬埔寨了后，互当地诈骗园区拒绝毋收，甲因关伫七星海园区。后来接到个案求助的全球反诈骗组织家属，伫几日的走踪，甲因2个救出来了后，因的态度说是互救援单位更加真无妥当。那成功救出之后，其实2个人的态度也是相当的冷淡，甚至还在现场可以翘脚玩手游。规个案件起源是这对姊妹啊相信朋友的讲法，去柬埔寨开户协助办贷款，讲会当趁中人钱。伫14出发，15就马上求助，透过地上等等的人免钱甲因协助付赎金，2人伫22放出来，伫时顺利转来台湾。不论说是在他们当地里面，在灰产其实还没有完全整顿干净的情况下，然后最近又发生了战争，其实确实他们的风险是又会再继续上升的，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海外工作，或者是说像开户代办。家属投入这款的救援行动，初步已经救超过3000人。不过海外诈骗继续运作之外，过来当初时也爆发台版的柬埔寨案件，同款是甲国人关起来，佫有3个人红凌迟到死。检方进前推出替涉案的诈骗集团洗钱违法组织大动作，起诉17人。17名被告分别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之指挥犯罪组织及帮助洗钱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诈骗世界拢有，对财产到人身安全拢可能受到威胁。面对诈欺风险，一定要提高警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